是虾米声？这是什么动物呢？原来是一只小小马。呀，多水的，有一张，有水吧？哦呢，我感觉太平洋就是我唯一流的水暖。浪漫是一种感觉，敢若咧啉白滚水嘛，感觉足甜蜜的。蒙蒙啊的小雨落伫海边啊，不过身躯无重，较是一种浪漫。我紧飞起来，继续坚持到底。哦，你啊，哦，先安尼就好，先安尼就好。哎，改啊啦，拄则写的拢无转啊。意思啊？任务变动，四句写予马场的歌，请共同完成。AM 8点完成意思就是咱六个写4句。哦，安尼会使哦。共同完成一条歌，是这边咱节目的目标。帮助这阵菜鸟啊，一步一步来完成。安尼好。对我这个带路人来讲吼，嘛是一个挑战。啊，我感觉这4句可能会当亲像是拍一个安怎讲，就是透过这条歌会当熟悉这个马场。哦，伊有讲到伊是算福建科啦，哎呀，除了咱的社区啊。我今仔透早阿妈嘛讲着，若是有啥物因遮庄仔头，若有啥物活动，伊个教练拢会甲马牵去啊，啊，着分红菜头互囡仔，还是大人安尼饲马啊，佚佗。哦。看问伫学校学过一寡写歌的理论，也毋过理论拄着即摆联合创作，哼，喙无讲啦，伊的表情吼已经说明一切。理论需要指定的队长啊。这个队长吼，伊一点点的音乐基础都无，但是伊有满满的责任感哦。当大家调伫遐拢无进度的时阵，伊就用伊的方法，想要帮助大家找到灵感。听到咕噜咕噜声，是啥物动物？这是虾米声？这是什么动物呢？原来是一只小小马。呀，多水的。狗水的小小马。帮我做队长，慧眼识英雄。可能我感觉应该是我的个性较单纯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大家的想法想袂出歌曲的创作的过程，有拄到啥物困难的时阵，我会讲莫想多，就直直冲直直行。我感觉亲像智霖甲郑轩因两个人的文字就是较简单，啊，毋过就是因为简单，所以真直接，真知影讲伊想要讲啥物，啊，就是当真古水的水。哭咯，还袂写起来，我甲写。哭咯，记下。啊，这伤久啊！这阵个跳出来帮大家整理遐有诶无诶想法，袂歹哦。不管想法是啥物啦，先写落就对啊。你请马赛，我食鸡赛丁。啊，鸡赛丁就是因为阮今仔咧看迄个阿公甲阿嬷的时阵，咱看阿公阿嬷。无啦，阮咧教因开讲的时阵，因来讲因其实有物件拢会互相分享。啊，因顶礼拜打做鸡赛丁粿来互教练因食。哦，是啥物味啊？鸡赛丁，我无食着。你刚刚就炒诶，诶，迄个鸡赛丁是咧炒，我要死。一包就是鸡赛。无啦，鸡赛丁啊，就是一种炒啊，毋是炒，是哦，那奇怪怪气拢走出来，一种炒啊。伊迄个你若甲伊个皮安尼平平的炒，啊，毋过你若是甲放去吹，迄个炒的味就无去啊。一个鸡赛味，有个炒车的啦，啊，伊个片啊可能怪怪的，感觉胖胖。嘿啦，所以感觉榴莲是芳的，迄嘛是。榴莲我嘛爱食啊。榴莲是臭的，就是臭梅仔的味。给手这个话题。盐水赞。就爱加。即摆有那就这样。温顺爱食菜，除了社区有无聊两张某爱说啊，有个性肥胖，可乐卡地红菜头鸡屎。温顺我想着迄个Rainbow。Rainbow。Rainbow 要哪拼的啊？RAINBOW。无可能吧？
大学生爱食。肥肥散减肥有肥散，散，招标，无就是写一寡社区甲买场之间的物件，社区甲买场之间的连接。今日的舞，大家人咩讲？大家拢感觉足无助的，但是因为我是音乐人，但我是即个专业出来，袂当讲大家拢无办法，所以我嘛无办法。要困才会当做较济代志。都会讲。叫困一下啊，咱已经关伤久咯。坐遮久啊！卡要哦，来困遮。叫困遐。行行行。我因6个人一句词都还未写出来。卡马古油。卡嘛是安怎做？咱菜鸟在写歌吼，毋是在交功课啦。你卡伫遐无进度嘛算正常。看到大宝哥。一透早就来甲大家招斗阵，互因一寡无共款的刺激。大宝哥你好。要坐要坐。哎呀，好耍吗？袂歹啊。我发现讲，恁即摆咧写歌袂歹有进展啊，但是敢若欠一味咧。啥物味？欠一个恁家己个人对代志的看法的迄个感受度。所以我就想到一件代志啊，咱毋是要帮迄阿公阿嬷要办迄个金婚趴嘛？什么意思？看你应该已经真有想法咯。哦。无啦。重点是，既然咱要帮伊办这个金婚趴，因结婚遐尼久来啊，因欠缺的是啥物？浪漫的感觉，迄种少年仔才会有的迄种热恋期啊，迄个部分啊。所以，咱即摆出一个新的任务，你爱去找到什么叫做浪漫？是啥物咧？啥物嘞？有可能是一个物件，一张相片，还是一句话，一段故事。一首诗，反正你要写诗，你去找到什么感动，也是讲一条 melody， 拢会使。范围咧，莫走太远，咱伫花莲就好。3点钟的时间，莫离开这个范围，花莲这个范围去找看觅。OK， 好，行动。好，不错。好，安排。来哦，咱来去吹浪漫。咱就伫附近踅踅就好，用行的，用行的嘛是一种浪漫的方式。做伙行。爱牵手哦。啊，牵手，对，因为咱昨仔阿公阿嬷嘛是牵手行一个。安排即届找浪漫，其实我还有一项真重要的代志。想那做者人的心声伫内底。去到这问问啊好，透神念啦，心情嘛会好啦。无共款线条。哦。啊！老爷，你骨头。行吧，落花。你一直甲看，你足想要行啊？好乖啊咧，嘿，有乖啊，啊你看起来足浪漫的哦。哦，哦，安尼叫安尼叫。我安尼足大心足浪漫。有大，会使问一下，浪漫是啥物物件？足歹讲的浪漫是一种感觉，敢若咧啉白滚水嘛，感觉足甜蜜的。哦，嘿，啉水，我介意这个答案。嘿，你足够啉水的。无毋对。嘿，安尼你啉水有感觉浪漫的无？有，因为身体足爽快。好。
龙班就是来，嘿啊，嘿，这龙班就是咱，若是落落来，就是两个人做伙落落来。咱甲咱五关拍开，安怎拍开？安尼。拍开，搁第一个。哦，香，是不是？爱配迄个滤镜，浪漫的滤镜。 slow motion 安尼啊？你会敢有吹掉？有水吧？有水无？有水爱别人甲我讲，足水呢。啥？足介意。你的头毛，有一张。有水吧？哦呢，我感觉太平洋就是我为你流的水汗。翕一张。 你感觉浪漫的定义是啥物意思？浪漫哦。我感觉即马坐伫遮就做浪漫的啊。我感觉心情若放轻松，心情快活，就是一件浪漫的代志。你呢？哇！我感觉就算无交人讲话，一个人嘛会当浪漫。有时阵人毋是像这个海这么清幽。 咱毋是海，咱是海里的石头，对，会一直互拍起来。海会一直甲咱零零角角洗掉，互一个人愈来愈骨溜，愈来愈骨溜。所以我感觉咱是海里的石头。喏啊，行吧。落雨，先找所在味吧。这个时阵落雨，嘛是一种浪漫。事实，蒙蒙啊的小雨。 落伫咧海边啊，不过身躯无淡，较是一种浪漫。等我啦！就是暗时来看，遮就拢是电火。哇哦！这是真的啊假的啊？记录一个啊。安尼，哦，足大一有够大只的呢！伊若跳来，我会惊死呢，真正。好，我想到啊。你讲。 一个人需要的时阵，像我阵骹受伤，需要的时阵啊，愈如路边安尼翘起来，翘起来，无挂，这就是一个足平凡的代志，但是就是一个浪漫嘛。所以，而且伊是乡乡出来的缘分也高。嘿，我感觉花莲这个土地就是阿公甲阿嬷浪漫的所在。较大一个是个土地，这是我拄则伫土骹捡到的。 这就是一人一半，感情袂散，摕这转去互大宝哥。好，送予伊。这就是礼物，对，礼物是啥？咱的伴手。有人来甲我斗，讲看饭甲俊杰，我昨伫遐搭规暝。他教的只是一个概念，跟来这里要做的事是不一样的。对啊，我认真讲，如果6个人一人一句，即便他乱，总比真的6个人做4句还要来得好。不是啊，我是觉得他会说4句，而不是1个人1句的原因，就是他要我们达成一个共识，而不是每个人只丢自己的东西出来，而每个人的东西都不一样。每一个人的4句去找共识在哪里，而不是我们只斟酌在那4句，要大家想出一个共识来。如果我们对音乐的观念都没有，那我们不会有共识。这个观点我是。不是说接受，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。如果一句你只写一个风吹微微之类的，那这是你的第1句，那我的第3句是 colo colo colo， 这2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。我的意思不是这个的1句，因为我们写的这首歌是要否这个马场嘛，那否这个马场就是要你得要写出符合这个马场的歌。你不是你写一首歌啊，所有的马场，所有的马场都可以用。就是我会觉得你太急了，你即便你就想要这样做，你有你的执着，我觉得 OK， 但是你不能局限在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。恁2个少年，我哥，这段时间恁咧写的时阵，恁家己应该知影吧？有拄着一寡状况，你无将你家己拄着的状况是安怎？我就直接讲我的感受，交我心内底话呗。
一开始因为音乐专业出来，等到我可能会互家己较大的压力，6个人，我边仔会当完成家己的任务以外，做伙去交别人合作去完成这条歌。可能会感觉较可惜的是，家己敢若无迄个能力，所以我后壁上真的感觉就是我有小可已经为有自信甲无自信。对我来讲，可能总结啊，条阮两个目标是同款的，毋过阮可能伫要互对方了解家己的目标的一个感觉，就是讲法无共。对，就是阮会去误解着对方的意思。譬如讲，阮昨就咧讨论咧，到底是要安怎写买定这首歌，就是哦，你想要这条歌最后的结果是是安怎？对。啊，伊是讲，我会感觉过程较重要。过程较重要。你感觉过程较重要，你感觉结果较重要，但是即摆进度是零的。对啊，因为就是阮两个目标是同款的，拢是好的，但是我毋知影要怎表现，互对方知影嘛，毋知影要怎表现互其他4个朋友。但是你拄则甲我讲的时阵，我感觉我就清楚知影你的想法啦。可能你会惊共得失着吗？但是你安尼激换你家己破病呢？该甲大家沟通的，就沟通。而且我手机啊讯息咧看的时阵，恁其实浪费足侪时间，恁会当私底下，咱就第一时间你就传互我，有问题咱就传啊，恁拢无啊。你烦恼影响别人的情绪，一个代志还未发生，结果影响到你家己的情绪。OK， 我赖拢开咧啦，好无？吹者，进度，好无？好，再会。来，想者啊，我看咱找一个时间，大家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拢讲出来。无就是写出来。写出来，直接交流啦。无，若无讲，大家互相拢毋知比互相咧想啥，变到对代志的进展无帮助。安尼决定。咱两个先把心放开，会使，加油！风台听讲会礼拜呢，外口开始落雨，阮干那吼秘伫房间内底开讲，是讲对我来讲，这嘛算一种浪漫啊。哦，啊，恁去啊，恁有找到啥物叫做浪漫吗？你甲我解说一下。哦，顺来分享一下吼。恁找到啥？哦，这物件。浪漫。有，我放伫倒位啊？我找找。我你无去吧？风林步道，你都爱敞开。哎呦，小伫遮。你去是土地公的乖仔哟。哈利波特。行路无方便呢。你记啊，就是伊本来是倒路边嘛，啊山路嘛，行路无方便，啊伊阮就展现出伊的浪漫的这个。你个继续说，我听你讲话，我听你讲。你能帮我找到？来，卡，我要听伊讲，哦，我得该水掉嘛。停，不要再说话了，麦克讲话啊。不是，以为你来解水哦，伊头就是我捡这支互伊，中的时阵就想讲，其实就是咱人伫咧这世人内底会拄到足侪物件的，其实就是这个物件爱互伊一个故事，迄个故事内底有迄个浪漫的感觉，安尼这个物件伊才有意义。所以浪漫这件代志，就是食好、困好，生活过了舒适就会使，这就是浪漫。平凡的浪漫，平凡的浪漫。哦，总算讲感觉聊了有一个物件，所以恁会伫恁这组内底找到的这支茶几，
算讲是一个平凡浪漫的代表安尼。哦，啊恁呢？大家伫遮住遐尔久，感情讲，咱行3分钟就会当看到一个韭菜花的花什么？叫韭菜花啊。对，3分钟就够啊。韭菜花。韭菜花就是这。咱搁炸转来。太价值吧。啊，所以是要等来炒韭菜花。无，就是会当安尼。卖出声，卖出声就奇怪，就奇怪。对啦，多谢你啦。安娜达。哦。对。所以安尼是安那。是一个浪漫的过程。对，而且迄嘛是伫咧田的边啊，阿公甲阿嬷就是伫田熟识的。哦，阿公阿嬷伫田的熟识，田边安尼熟识。啊，这有一个，阿公阿嬷拢是伫咧花莲大汉的，这嘛是花莲土地一种代表。对啊。韭菜花。我搁有摕一个物件，嘟嘟嘟嘟嘟。哎呦，来上哦。那是大宝哥。那是食春的苹果还是来啊？来啊，应该是来啊。伫咧路边捡到的。人在食一半不爱食，你给。你要听这个要创啊啦！这讲感情就是一人一半，感情才才袂散。一人一半，感情较袂散。迄看来较像够步的。所以咧，咱重视着一件代志，大家感情讲好去get。一支长长的饼，阿公阿嬷就安尼食，一人食一半，食巧克力豆，白钱迄落饼尔。这样长长的饼哦，对，当咧感受着。对，无这就真着。哦，就歹势。袂歹呢。所以恁这是平凡的浪漫，这是分享的浪漫。我感觉我希望放伫恁这组啊。恁好啊，好啊，啊恁嘿，恁去找着啥物浪漫啊？事实就是我们去佚佗大的这个所在，去车头，对吧？佚佗头，嗯，石头我都去。哦，我都炸转来。因若炸石头转来，就参我炸手机转来差不多。哎，无讲。来，我来讲一下，大海是毋是接受着伤侪人的要求，所以才是难的。过来，伊就讲迄个大海亲像粪扫桶嘛，啊，阮就去踢石头，阮就甲，因为迄个鹅卵石会当踢足悬的嘛，阮就伫遐踢，因为石头拢有棱角，所以你若要一地甲一地，甲伊踢做伙，要互伊会平塌，是毋是就是爱去磨合，爱去找着迄个 balance。一个角去卡一个角，一个角搁去卡另外一个角，这就亲像翁仔某共款。翁仔某无人是完美的，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棱角，所以因安尼相处52落来，已经是非常的密，因就是磨合甲非常的好。安尼咱人就亲像海内底的石头，互海洋安尼一直拍，将咱所有的棱角拢洗掉。对，这就是阮迄个时阵的感受。大家好，咱即摆要去摕课，因为咱已经穿3工同款的课啊。哇，好料啊！这样袂通讲。